所以咱到底咱要安怎？干那今仔日安尼就好嘛？啊是咱会当来高举咱的十字架，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金灯台。所以今仔日牧师看见咱的教会整个的硬体、软体，咱的周报，咱是一间上帝，咱讲的会甲咱学到拍扑的教会。就像早时迄三个学生，甲耶稣到伫个山顶了，伊讲：主啊，咱伫遮真好。我相信咱毋是今仔日伫遮安尼真好呢。我相信上帝和咱树林教会的忠贞兄弟姊妹，咱还阁有责任。我嘛有听见早时张伟生讲，咱暑假咱已经有3个宣教队已经出去。咱的教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，咱的教会是信心的教会，是有能力的教会，是有福音轨迹的教会，是上帝所祝福的教会，是注重教导的教会，是有见证，是一间愿意分享疼心的。所以为差1个月前，阿卡有规团的人来到咱的教会，咱的教会甲伊接待，咱的教会伫北部的。有真侪教会拢还无做的，咱已经拢在做。咱的圣歌队，咱的组织，我相信这拢是咱爱感谢上帝。但是今仔日牧师也透过这段中间，搁一遍甲咱互相来分享，要安怎起造因神益人的教会。透过这7项，咱会当有一个指标。伫安提阿教会，咱看见。伊这7点就是起造因神益人的教会，所以咱的教会今仔日已经是真好，但是咱要安怎个装备，咱会当伫带出去。我捌一届到伫韩国去参观一间的教会，迄间的教会叫做安提阿教会。阮大家拢哇兴致勃勃，想袂到去到位的时候，头一摆我看到落雪。到位的时阵，落雪入去到礼拜堂吼，听到迄落雪滴滴答答，我讲哈，这参观的教会乃面顶的迄是铁片，我讲咱来去观摩一间，迄间教会无钱吼，用迄个大铁档的。结果阮听迄牧师在分享，这间安提阿教会，伊用教会70%。的经费，拢在做海外的奉献，伊只有将30%的，就是做教会经常费。当时伊毋知差派偌济宣教师到世界各国去，当时拄有一个差派一个宣教师到台中，迄间吼拄甲阮的教会，我的妈妈嘛，阮有开设一间的教会伫台中。就是甲迄个宣教师，阮开始个为安提阿开始。哇！我听见这时候足感动的。所以弟兄兄弟，要怎起造一间因神益人的教会，我就要用7点来甲咱想。教会应该成做一个敬拜的中心。一般人想讲敬拜的中心是啥？就是爱会拍鼓，爱有敬拜赞美团，吼。若安尼，咱树林教会吼，若排行榜安尼，咱是已经入榜的。再来，咱的圣歌队，哇，这学了，互咱，我毋知你头拄仔听音乐，主啊，我情愿的心，你有受感动？因为我服务的时阵，我的舞会就唱这首歌，所以我每一摆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拢会想要哭。迄个哭是足感动的哭。那像定心你搁甲上帝的立约，那像马盖博士伊讲，伊每一届生日的时，伊搁一遍甲主立约。咱来到伫教会时，有互你定心甲主定心，迄个立约的，有可能上帝要安怎互你来到伫教会，有可能透过一个诗歌，今仔日咱的敬拜，咱的王长老唱。平安的7月暝，有侪人即届伫普渡，大家人是惊到要死啊！
但是咱真正有去体会到平安的7月暝无？有可能咱来到伫教会，咱的整个的敬拜，有带你来到伫你去面对拄着上帝，互你用调整你甲敌的关系无？所以敬拜的中心，毋是，就是诚做一个敬拜赞美团。有人讲咱就是爱唱迄种敬拜俄勒的诗啊。我讲的敬拜毋是，咱头拄啊唱圣诗、唱诗歌，遐个诗歌会当感动你去拄着上帝，这就是敬拜的中心。更较重要，这个敬拜的中心会当带你倒转去到伫你的厝里，你嘛会晓设祭坛。到你的工作的场所，你嘛会当伫你的工作的场所，嘛成做一个敬拜祭坛。我想这才是一个真重要。所以教会要安怎成做这个敬拜的中心，来装备兄弟姊妹恢复甲上帝关系。你爱成做对的人，你若毋对的人，你若一礼拜1点钟来到这，你才会当拄着上帝。请问，其他的时间你会当揽三做你的代志安尼哦？毋是，你来到伫这，你拄着上帝了，你七天，你拢会当过着一个敬拜的生活。上帝的道才会当解决人所有的问题。你上帝的能力要你经历，上帝的同在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的上帝。搁第二项，教会应该成做一个团契中心。咱头拄啊已经来到伫教会，和咱会当恢复你敌的关系。但是咱的生命受改变了后，咱犹原需要有欢的关系。咱需要甲兄弟姊妹彼此相交陪，信道相通。要安怎伫听的内底互相鼓励、互相关心，会当咱会靠，会当有好的代志，会当甲你分享。拄着艰苦心的代志，我知影，我要找谁去诉苦。这就是伫人生难免咱会拄着试炼，拄着迷惑，拄着苦难，拄着征战，拄着试炼。但是你伫教会有团契，诚做你会当讲话的出口。这个团契会当互你去感受兄弟姊妹亲睦、和睦、相挺迄种的亲睦。咱会当伫团契生活，我真欢喜看到咱的教会，咱有做咱的团契。咱看咱的周报，咱有少年团契，咱有迄个爱家团契、少年的团契，咱阁有妇女的团契、青年的团契，咱阁有特别为着咱头拄啊迄个敬拜，咱有不良的敬拜团，咱阁有圣歌队，咱种种遮的拢总是伫帮助咱。但是弟兄兄弟，若是你今仔日拢伫咱的遮团契，你若还无归属的吼，安尼你都毋是我们家的人呢。你一定爱去敲找，你爱属伫咱即个树林、即个大家庭的，咱爱去敲找团契，互咱伫即个团契来彼此扶持帮助。过来，教会爱成做一个关爱的中心。特别伫旧年我爸节，咱有看见南部的教会，因以前拢教会拢关咧，因为我有个到伫迄个。第一间，因就接纳迄个原住民的教会，因为因拄着灾难了后，落机场了，因就互送去到迄个佛光山迄个住宅所在。但是因拢是天主教、基督教，因就是想讲，若是咱的教会伫迄个时阵无发挥关爱，要安怎？所以有的教会牧师就开始开放迄个因的教育馆，但是有的人就是爱写讲不能吃槟榔，要怎样怎样，如何？迄教会人甲讲你若是这个标语拢甲写来时吼，可能遐个原住民有可能讲安尼，我还是回山上好了。嘛有人甲我讲因为因若无爱吹冷气啦，
个拢烫拍体，打赤膊，因甲咧吹电风尔。咱看到咱讲，哎哟，他安尼，因为迄个是因的生活，所以我感觉讲，特别伫旧年8月水灾了后，和南部足侪的教会兄弟姊妹开始开放教会，成做关爱中心。到尾了，因讲哈，有诶吼，迄边咧为甲袅。遐有人就是咧甲讲，你爱准备，你要做关爱中心，因若是离开了，你佮甲迄教育馆重新优产嘛。若是便所袂通诶吼，就是佮重新请来通嘛吼。若是歹去诶物件，咱则佮重新买新诶嘛吼。伫遐咱有看见，咱要听人，咱有条件。你要来阮兜，你爱照阮兜诶规矩。但是原住民讲，安尼我莫照恁的规矩，我莫来会使。要接待人，要做一个关爱中心，无遐简单呢。我去参观迄个美国成长的教会，因伫18年久，为12个人到2万外，有可能即个已经是搁较侪人。因的教会就是真注重迄个关爱的事工，所以因的停车场的外口有2个足大的货柜，阮就足好奇，甲问讲，货柜是底啥？伊讲一个货柜拢底衫，搁另外一个货柜就底食物。我讲安尼要创啥？其实伫美国足侪去食，因礼拜日因就开放，好食的去食，也是真侪遐个墨西哥的人。因就去，因学习付出疼，所以认为兄弟，咱有当时也是讲，咱要付出疼真容易。有当时咱会听讲。